140個方，只要107萬，而且仲係我哋嘅東南向，望住我哋嘅二龍山金色嗰兩個景觀，真係冇得頂啊！簡單嘅家私，業主已經安排好咗，包括呢贈送面積嗰度呢，業主呢都將佢做到我哋餐廳嘅位置，所以個餐廳呢係非常之闊落嘅，包括我哋廚房出去個人台，佢都將個廚房加大咗，所以個廚房嘅話呢，你就算係裏邊10個人做飯都綽綽有餘啊！一共呢就有4個房間嘅，咁呢都做得比較骨緻，而且每個房間嘅話呢，啲沙發、床同埋我哋個衣櫃全部都齊晒嘅嚇，全部都有晒衣櫃嘅，包括呢洗手間都係做咗嗰種乾濕分離嘅，同埋我哋嘅智能馬桶，真係拎包入住。但係呢仲揸翻一個冷氣，所以呢呢層樓你只要買一個冷氣，就幾乎可以達到拎包入住，而且總價先至107萬，你就可以攞低啦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同我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，多謝。